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1日，旧历的闰4月20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大家应该拢捌等过，到病院等要看医生是等有够久的久，等甲是规巴肚火。有一对翁仔某为婚临到营总家己的婚宴来会诊，甲护理师来参详。空号的时阵，请医生先帮忙看一下空喙，但是等真久，号码一直跳，也是无轮到。加上这个接送车嘛一直咧等。两翁仔某情绪失控，痛骂这个护理师。护理人员也是真有耐心，一直甲因安搭。整个过程互人翕落来，民众拢讲，医护人员真正是真辛苦。等候看医生，安那会怎气甲讲要甲健保卡摕倒来？讲伊无爱看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你讲陈大车在下面，你看我先看个啥狗怎么样啦？护理师一个接一个过来甲安搭，但是这对夫妻嘛是气甲要害。安排个屁安排！你要喊什么啊喊？你什么态度？你光着那么大声，你干嘛？先生脚受伤，这对翁仔某对婚临坐车到营总的家己婚宴会诊，和护理师参详讲，若是任何的时阵，拜托医生会当先看卖啊，伊的空喙复原的状况。但是可能是等上久啊，还是讲烦恼外口的车搁咧等因，一时情绪无法度控制，全一直骂医护人员。但是护理师感觉讲，因的身体无啥爽快，所以无应喙，甲懒懒咧、大大咧，希望讲莫搁生气啊。病院这方面讲会当体谅，但是有民众讲，安尼行为无妥当，造成验方或者医师、护理师的困扰，这个不可取。大病院人较济，等待时间可能较久。这段影片传出来了后，嘛有网友讲：“哎哟，医护人员真正是辛苦。”